今日係7月28日，常年期第17週星期二。今日嘅聖言金句係：門徒問耶穌，請把田間幼子的比喻給我們講解一下。嚟自聖馬竇福音第13章第36節。今日靈火運動為大家提供嘅默想主題係善惡共存的人間天國。印象中理想嘅天國係完美無瑕，就好似天父創造天地，一切都係美好嘅。然後耶穌嚟宣講福音，天國臨近了。但其實縱觀世人嘅歷史，戰亂動盪就好似先係主軸，太平年就相對短暫，善惡爭戰不斷，而天國就好似只係一個烏托邦，難以去實現。主耶穌喺今日嘅福音幼子比喻入邊，令到門徒同埋世人去解到惑。細讀幼子嘅比喻同埋佢嘅解釋，就會明白主耶穌喺田地，亦即世界撒下咗好嘅種子，佢亦都代表住天國嘅子民。但魔鬼就播下咗壞嘅種子，幼子，亦即代表邪惡嘅子民。於是好同埋壞嘅種子同時生長起嚟，田地嘅主人亦即天父，令到善惡並存於世，好給善人歷練，又要俾惡人改過遷善嘅機會，直到收割嘅日子，亦即每人死後嘅私審判同埋世界末日嘅公審判。嗰時好人就會進入天國，而壞人就會落地獄。呢一個善惡共存嘅現實，點解又會俾我一啲啟示？看，上主慈悲為懷，大愛如陽光普照世人，不分善惡，而人嘅一生就充滿住變數。耶穌開始宣講，亦不是說你們悔改順從福音吧，就表示人誰無過，都係罪人，就算係聖者、智者，都難免會有軟弱犯罪嘅時候。若任何人一犯罪，就會被審判同埋受罰，連痛悔改過嘅機會都冇嘅話，試問仲有誰可以得救呢？所以若心存善念，悔改歸依，效法基督嘅良善心謙，一生愛主愛人愛眾生，呢一個善行就會成為世界嘅光，地上嘅鹽，係有感染力。所謂生命影響生命，導引罪人，惡人悔改，當子回頭，呢一個係好天父所樂見嘅。再細想，人其實就好似一塊田，蘊含住善同埋惡嘅種子。因為人生本善，亦都性本惡，內心每一日都好矛盾、爭戰，如何選擇就喺一念之間，所以不好胡亂判斷，只看到別人嘅木屑，卻發覺唔到自己眼中嘅大樑。況且常言道：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善莫大焉。今日嘅祈禱係：慈悲嘅天父啊，請為賜聖神嘅光照、恩典同埋勇力，喺善與惡之間能排萬難，作正確嘅抉擇，始終跟隨良善心謙嘅主耶穌，背起佢畀我哋嘅軛，燃燒自己，發放光熱，為建設天國人間，終身努力。阿們。願天父祝福大家。